来看家人节，才5个月大的查某阿姨啊，家属伫8月请年母照顾，这个月15，年母通知讲囡仔伫家后备房底急救，病因是表示讲有脑出血，囡仔可能有去害着。家属是讲哦，当初因是透过政府提供的年母系统去找人，即马家人市政府佮检警一定会调查咯。我要翻起来了，翻起来了。 这个查某婴仔听到因老母的声，伊头是水压起来，表情是真古锥。这个住伫家人5个月红仔，伊的爸母透过官方年母的系统，找到一个姓周的年母，8月份开始委托这个年母来照顾。家属表示，这个年母伫13的时阵，有讲红仔伫翻身的时阵，有去弄着护卵，导致伊倒边的喙皮肿起来。想袂到15，佮送去年母因兜，过无偌久就接到年母敲电话来讲，查某婴仔送急诊。植物人的可能性。 跟瘫痪的可能性，他们说目前是可以确定，因为他说已经伤到脑了。他说送急诊的时候已经脑出血蛮严重的，然后加上他现在眼睛已经看不到了。家属表示，红仔送病院急救的时阵，差不多已经拢唔知人啊。病院诊断是脑的正病出血，认为那像去互大力国害的，目前伫家后病房救治。案件发生了后，家人市长贾国良等人拢去病院慰问。包括说社会处、卫生局、警察局，包括我们的相关单位也有在，就是做一个横向演练。那希望说尽快可以为孩子找出真相。接获警局通报后，已经立即指派检察官。 保全相关证据，重建整起事件经过，厘清整个过程中是否有人员涉及刑事不法。家属讲，查某婴仔伫托育的过程有即时的影像，毋过煞无录影的记录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调查，了解发生的过程。目前市府已经通报卫福部备案，理清案情。若是这去年母大的所在，是无人来开门，嘛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